有一次，耶穌企喺革乃撒勒湖邊，群眾湧到佢跟前，要聽天主嘅道理。佢睇見有2隻船喺湖邊停住，漁夫亦都落咗船，正喺度洗網。佢就上咗其中一隻屬於西滿嘅船，請佢將船稍微划開，離開陸地。耶穌就坐低，從船上邊教訓群眾。一講完之後，佢就同西滿咁話：撐去深水區，散你哋嘅網捕魚啦。西滿就回答佢咁話：老師，我哋已經整晚勞苦工作，毫無所獲，但係我會遵照你嘅說話去撒網嘅。佢哋就照樣做咗，網咗好多魚，網幾乎破裂咗啦。佢哋就召喚另一隻船上邊嘅同伴嚟協助佢哋。佢哋嚟到，裝滿咗2隻船，以致船都幾乎下沉。西滿伯多祿一見到咁樣嘅事，就跪伏喺耶穌膝前咁話：主，請你離開我啦，因為我係個罪人。西滿同埋同佢一齊嘅人，因為佢哋所捕得嘅魚都被嚇親啦。佢哋嘅同伴，即係載伯德嘅兒子雅各伯同埋若望，都一樣嚇親。耶穌就同西滿咁話：唔使驚，從今以後你要做捕人嘅漁夫。佢哋就將船撐到岸邊，就捨棄咗一切，跟隨咗佢啦。聖經注釋：革乃撒勒湖亦都稱為加里肋亞海，或者稱為提比黎雅湖。伯多祿除咗有信德同埋服從之外，仲有謙卑同埋爽快隨從主召喚嘅德行，因為咁樣得到咗主嘅歡心，立咗佢為教會嘅元首。